检方发现讲，这犯罪集团上准咱的护照有真侪国家免签的犹太，就中国人组成国际犯罪集团，找台湾人合作，伫台湾搁再找亲戚朋友来卖护照趁钱。这境外嫌犯是利用 AI 去合成相片自己护照，再卖予中国人，伫咧外国互因来使用。目前检方也甲7个人起诉。 警方两边介护分配甲人移送，罗邦4楼的查甫人为伊家己甲亲友拢互掠去。原来这阵嫌犯甲家己护照当作趁钱工具，涉嫌变卖趁钱，还有人加入犯罪集团做定人，伫台湾找卖主。检方查备警察终结，依照涉犯护照条例买卖护照这个罪嫌，起诉伫台湾的7个人。刘姓被告为赚取不当利益，担任本案犯罪集团在我国境内之主要代理人。 严重损害我国护照在国际间之公信力，敬请从重量刑。行销广告宣传咱国的护照会当上8国免签，伫各地拍走。检方调查，配合犯罪组织由中国籍的人士组成，讲付费无风险、安全有保障这个口号吸引对方买主落单。另外一边，各地网络甲台湾人讲有人要买的消息，成功得到11本。最后一步是甲双方的相片用 AI 合成做假护照。接获线报。 有国人护照在海外遭大陆人士冒用，一举破获18人之跨国犯罪集团。甲去年底比起来，咱护照减5个免签，不过比起对方，咱方也是有优势。互这种的非法交易一直出现，甚至这个乌车介绍，男性护照一旦卖到6000美金，女性的介绍更加悬，一旦卖到美金7000块。女性卖淫或者其他的犯罪行为，它的可获利性比较丰润啊。 所以可能就是那个犯罪组织、犯罪集团说，你以后会赚很多钱啊，哈，卖淫会赚很多钱，所以我卖给你就比较高一点。护照收购价乃男女有情差，学者分析，这可能甲女性会当做的不法行为范围甲价值，拢比男性较悬。只是咱个人护照讲卖就卖，毋若面临刑责。即届检方嘛批评讲，影响咱护照伫国际的公信力，互免签的优惠有可能有取消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